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今日我要介紹一位健身界嘅新星。今次我哋直擊西班牙，帶嚟一位近年喺社交媒體上引起全球關注嘅健身女神。佢經常分享啟發人心嘅貼文，當中嘅相片同影片展示出令人驚嘆嘅身形，線條分明，身體比例亦接近完美。Christina Hillerberg 唔單止係一位健身模特兒，佢仲熱愛健康生活。喺社交平台上，佢會分享自己每日嘅訓練計劃、均衡飲食建議，仲有佢作為模特兒嘅成長歷程。憑住佢天生麗質嘅外貌，加上一副完美嘅身形，佢吸引愈來愈多粉絲，大家都因佢嘅積極生活態度而深受啟發。好多人見到 Christina 而家嘅身形，可能會以為佢一直都保持住咁靚嘅狀態，但如果你翻睇佢以前嘅貼文，就會發現佢一路走嚟嘅驚人變化。以往佢嘅肌肉線條冇而家咁明顯，身形亦冇而家咁結實，但憑住堅持不懈嘅努力同毅力，佢終於練成超級勻稱嘅身形，6塊腹肌清晰可見，全身肌肉雕刻得相當完美。Christina 用實際行動證明咗，只要有熱情，無論身處咩領域都可以取得成功。佢自律同堅持不懈嘅精神確實令人敬佩，亦令無數粉絲開始反思自己嘅生活方式，願意踏上更健康嘅道路。咁你哋覺得 Christina 嘅蛻變點樣？之前有冇聽過佢嘅名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如果你仲未訂閱頻道，就快啲按落去訂閱，仲有記得俾個讚支持。下次見啦！